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23 AM 新闻，我是陈志安。新闻一开始，先来看台中的太平一栋大楼，今透早5点多是传出庆声，警方接到通报，发现是一个生出来查甫人，那就是因为头颅的问题，心情歹，规气加穿伫咧生出的所在，对外口就一直咧弹。1、2、3、4，枪子弹打到了啊，附近都有弹壳。目前看起来是4个了，那其他地方我就不熟。某大楼外散落多颗弹壳，经查后发现涉嫌男子未在房内，为房内亦有弹壳等物，所幸现场无人受伤。附近的民众是表示，是先听到庆声，才看到这庆节壳拖出来。除了这昨日的房仔去庆节大出几个坑，一楼的车路也看到有弹过庆节。这警方调附近的监视器，发现这查甫人犯案了，是骑奥多拜就离开。目前已经锁定对象，积极在抓人。继续来看台南市透早伫咧东宁路甲胜利路口一台奥多拜弄到一个70几岁妇人，全人随走去。不是话讲伫咧一个路口，随过去弄到别台机车吊伤送医。这警方是调查这个骑车的少年人是干那15岁，上大生伊是去弄到一个查甫人，一路就弄3届，又搁是无牌驶车，才会来造成意外。河市变市顶，妇人人去行，却是互另外一边抢红灯的骑车人弄到，也过造成事故，骑车人无看就离开现场。一台救护车拄好伫后壁，确认妇人人伤势无要紧，只是骑车这个人搁伫另外所在发生车祸，伊甲另外一台奥多拜顶面2个人拢受伤。被波及的拇指，要警察嘛搞啊！造成事故这个人互送医救治，不过已经连续3摆去弄到人车。一开始敢若先伫东宁路连心路口，甲69岁查甫人发生车祸，了骑往东宁路胜利路口时，伊佫甲70岁骑车阿嬷弄到伤，佫再逃走，一直到东营街青年路弄到另外一台车，才用送病院。这规个过程民众拢有看到。他就转头就加速就走了，对啊，那。一直到我追上他的时候，我跟他讲说：“你撞到人了，你知道吗？”他转头看了一下我，然后马上加速就骑走了。警方初步调查，这造成事故的人未成年，只有15岁，伊无驾照，不过也无酒精反应。初步了解为无照驾驶，疑因肇事后心虚逃逸，并依肇事逃逸及公共危险罪移送侦办。刑法规定，使动力交通工具发生事故，致使人伤害而逃走者，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由这骑车的人未成年，身为法定代理人的爸母，民法规定爱负连带责任，强行爱负赔偿者责任。由这骑车的人也伫救治，警方会等伊伤势较好了后来调查车祸发生的经过。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新北中和昨半暝一栋公寓火烧，消防是对内底救出一个查某人，已经无喘过心跳，加在送医了有救倒转来。这消防调查公寓内底违法计7间房间咧出租，刑罚10万，倒反国安因搁爱调查。涂骹的物件是顶甲规4格，公共空间去互占去，走廊规个乱草草，外口时的壁嘛规个昏甲乌乌。住户甲铁门拖开。才发现这间公寓发生火灾的事故。女性约30岁，欧卡，然后经过我们消防员 CPR， 目前已经 ROS 恢复生命真相。火为公寓闻出来，伫新北中和发生火灾2楼的现场，隔做瓦房走出去。22半暝11点外，有厝脚看到便所咧庆烟，赶紧报案。警消去到现场，大部分的厝脚拢已经疏开啊，敢有一个姓吴的查某人，现场失去性命的现象。到病院急救了后，才恢复心跳。我照看一个小朋友啦，有一个小朋友，有3个小孩，可是我们跟他没有很熟。经过警消的调查，初步检判导火所在是第一个姓吴的查某人伊房间，现在详细导火原因，也会等火调人员来厘清。不过，这个所在计做7间房间租户人，干部局初步检判，这个厝主确认违法计经，甲厝租户人。我们后续会派员到现场采证，如果确定是有违反6间以上的房间，而且没有做过使用执照变更跟室内装修执照的话，我们会依建筑法规定处以新台币6万元的罚款。根据公部局调查，目前也查无厝主有相关申请的记录，嘛会派人去现场理清感受违法租户人，违规若是事实，会照建筑法罚2万。公司新闻新北报道。台中成功3馆的爆炸，12楼的外口安全防护计划，即马市政府已经同意备炸，业者嘛开始咧等待，强调一定会赶紧来完成。
另外嘛，风声讲这成功三决即马当咧找所在，准备要搁开一间，业者是表示详细爱搁讨论，也未定案。两个大型吊车停伫成功三决中港店边，随时准备吊挂工程人员。台湾大道这边进行到安全柜池已经用好啊。成功三决为即日开始清除外边物件，不过员工甲厂商被搬废物，爱搁等甲相关地区安全无问题。不同楼层有不同的管制计划。受事件影响的区域的部分，它只是必须封闭的。另外，属于缓冲层安全无虞的部分的话，它必须由星光生态管理者，然后来申请核可人员才可以进去。都法局指出，之一已经当期备查成功三决提出的建筑物安全评估人员进出计划，不过后续成功三决也是要搁提出查勘结果甲安全防护措施。都法局同意了这样放行，即卖也传出成功三决甲厂商开会了后，决定伫台中世贸设第2卖场。成功三决23下晡强调，目前无正式定案的计划。重点是我们能不能让我们的员工有一个短期的安置的一个工作的一个计划，以及能不能去服务到我们原先的客人的部分在。那至于目前其实真的是没有把计划定下来，只是在我们的副案当中去想，可不可以把这些方面做得更快，做得更好。成功三决表示，目前咧针对将近4000个员工的短期安置计划，研究各种可能，继续甲合作厂商沟通人员安置的代志。另外，检警调查的部分，到目前已经审问116人，不过依然拢在证人身份，也佫无人转做被告。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若讲到这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已经拍要3年啊。美国总统川普讲，希望伫咧2月底进前，会当甲罗西亚总统普丁来见面，超讲停战的代志。这罗西亚官方嘛已经正式有咧安排。另外一方面，这美国对乌克兰的稀土的协议，川普甲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拢讲有机会会当讲成。美国总统川普昨晡捌伫记者会结束时阵回应记者的问题，讲有可能伫2月底之前甲俄国总统普丁会谈。对此，俄国副外交部长雷亚布科夫日日回应俄国媒体，透露双方拢伫积极安排，有机会实现两位领袖各一摆共庆会谈。不过话题毋若乌俄战争，佮会讲到更较侪全球议题。雷亚布科夫表示，要讨论的问题，佮包括互美国俄国关系正常发展，嘛要找到方法来解决包括乌克兰议题甲未来危险情势。要实现这个目标，就要密切做准备工作。当时阵，伊阁透露，对俄俄停战协议，各国会伫2礼拜以内举办第2届会议，详细地点甲参加的人数也被决定，也毋过共款伫第3个国家举行。The president and his team are very much focused on continuing negotiations with both sides of this war to end the conflict, and the president is very confident we can get it done this week. 另外，针对美国甲乌克兰的稀土协议，伫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表示，协议无包括安全保证，故作签署了后，川普特使凯洛格甲泽伦斯基会面了后，有提交新的协议草案，毋但符合乌克兰的法律，佮解决部分当局烦恼的状况。泽伦斯基伫外交部长甲国会议长这官员幕僚建议之下，有意愿签新的协议。I think we're pretty close to a deal, and we better be close to a deal. 虽然英国媒体引用乌克兰相关人士为报道，新的协议草案有真侪问题，泽伦斯基也未准备好接受。也毋过外国媒体路透社引用消息人士为报道，表示凯洛格讲到，若是无达成协议 ，SpaceX 提供予乌克兰使用的新能卫星服务，有可能会关闭。到时阵有可能予乌克兰伫乌俄战争内底失利。国际新闻台上编译。当来看国内，即马全国大大小小病院，在急诊毋若讲欠医护，嘛讲拢等无病床。有的护理师甚至是讲连续上班12点钟拢无休困。台湾急诊医学会嘛建议讲，短期内就应该先加强管制分配病床，嘛增加急诊的医护。长期来看，咱的医疗系统是真需要赶紧来解决。急诊无病床的状况真严重，有护理师上网络呼吁民众爱将身体顾好。急诊同情患者有背景也无法度入去，佮讲家己已经连续上班16点钟，希望顶关人应重视医护比紧张甲晚床的问题。台湾急诊医学会直至暗时也针对这问题发文。加护病房是满载嘛，那所以连需要加护病房的病人
都会留在急诊1-2天到3-5天其实都有可能。到这个夏天之前，这个情况通常都不太会改善。但急诊医学会表示，急诊塞车的原因主要是因利用大院床位不够，甲急诊大院配床比例重头轻。建议短期应变应提悬急诊大院比例增加，让先过节需要急诊医护认定。长期改革应建立急诊紧急状态应变，或者是调整健保支付，推动急诊大院替代选项。在急诊并没有护病比这件事情，所以呢，等于是说，假设我今天留观超过了我的人员的工作量，相对就会增加很多。加开这个事件不是不可行，但绝对不是一个救急的做法。我们就是强化这个短期的因应作为，这边的话，明天还会再开会，主要是才了解之前都已经讲的东西，还有没有可以做的。为避免这种情形，除了落实分期就医，护理师工会指出，每年入第一线护理师只剩一半，安怎补救无够医护认定，争取明确就医转诊指引，向家拢要纳入考虑。记者综合报道。最近的立法院是吵吵闹闹，这国民党的立委就提案讲，针对破坏麦克甲涉野攻击院长的行为，这拢要列做违法。那物件用歹去就爱赔，有民进党立委就提出讲，国民党唔通死到家己就做袂到。另外，这赖总统嘛招民进党立委来到官舍来航吧，针对这立法院新会期法案来交换意见。斗阵甲倒啊杀倒，一个麦具也讲歹去，立法院调也冲突不断，国民党立委提案修法，加破坏麦具门锁，也有攻击，加立法院长滚起来列入违法的行为，并且要求赔偿公务损害金额。去年的2个会期，民进党好像跟立法院的门有仇、窗有仇、麦克风有仇、设备有仇。我特别提案修法。国民党之前破坏国父遗照，在国会议场内丢猪肉、内脏等，都是违法的行为。不要自己定的规定，自己又做不到哦。立法院新会期要伫2月开议，赖香伶的出任民众党团正式会执行长，也恢复党团巡回制度。国民党团是讲会以民生法案为优先，包含当照保险法、刑事污民普发现金，也有行路工固定假日这拢会列做优先的法案。明天国民党智库以及国民党党团会来召开会议，一起针对这个会期我们要推出的优先法案做意见的交换。也来开议进前，总统赖清德也调一个民进党立委23到官舍烘肉食饭，行政院长杜英台也参加，那讨论民生经济国安这优先的法案。立委更加转达赖总统反腐攻击应该爱本有初心。也来烘肉的经费是赖总统家己出的，会中并无讲到罢免的议题。他没有提到罢免的议题，我们反而是非常严肃的看待新开展的会期，所以我们对于国会的运作比较多的探讨。因为助理会案件百万交保的立委林岱华，唔拿大肆食饭，大家翕相相片，也发文鼓舞高扬，强调大家互相交流加油。但听会时破边也是来台北参加，并且大肆甲赖清德翕相相片，强调会甲赖总统徛斗阵，捍卫人民的未来。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大陆冷气团影响，这北部甲东北部规工是湿湿冷冷。明仔载是拜1甲拜2，这温度佫会继续降落，可能是降到-10度。因2、8的天气，气象署是表示讲，目前看来是无冷空气的来。礼拜透早台北咧落38雨，是湿湿佫凉冷。气象署透早发布大雨特报，嘉南北海岸可能会向落大雨。毋然呢，受到大陆冷气团落南的影响，中部以北、东北部甲东部气温会降低了真紧，落雨的范围嘛扩大，愈晚会愈寒。24、25温度会降到10度。在桃竹苗还有新北一带都会有来到10度左右的低温，就是在蓝色区块的情况。其他地区大约会是在11到14度的情形。因此，在今天这波大陆冷气团的影响下，其实越晚温度是会越低。另外，在离岛的部分，马祖也是只有8度左右，金门是10度，澎湖13度。大陆冷气团到位，上悬的时间预估会伫25透早，不过日下就会开始减弱，各地气温会明显回升，高温会到19至20度。因若26、27，华南分系向东边行煞，北部甲东半部，也有中部山区会有局部的降雨。28连假的天气，目前观察也无明显的冷空气会出现。大约低温是在16度左右，高温是在20度以上。
但是在后期我们可能还是会因为水汽的影响，会影响到我们高温的表现。但是目前在冷空气的状况来看，目前的预报上是在后期方面是还没有明显的冷空气下来的形态。未来这礼拜天气要注意25暗时到26，西半部、金门、马祖，也有27、28，中部以北甲金门、马祖，云会较低或者是大雾，影响能见度。也若离岛的地区，交通往回都要注意航班的资讯，若塞车嘛要注意交通安全。公司新闻台北报道。为着要加强重大灾害发生的应变能力，嘉义县消防局是招特殊队甲县市的4大病院来合作，实际演练来增加救援经验，望会当来加强消防甲医护人员之间的合作，未来救灾嘛当愈来愈顺。搜救队员运用声音的走出设备，把需要救援的对象救出来了后，医护人员连面来替伤者治疗。嘉义县特殊队运用科技的设备，配合嘉义4大病院的医师甲护理师，做伙举办救援的模拟演练。其实，在搜救现场我们需要借由这些仪器来增加我们的一个搜救效率。那确实，现在高科技的东西真的带给我们整个在搜索的进度都会更加的快速。嘉义县的地动足频繁的，咱在搜救当中医疗是一个足重要一环，所以讲，互咱的工作会使更加顺利来进行。嘉义地区自1月2日发生地动了后，地动灾害预防甲救援嘛引起社会的注意。为了要加强救援的效率，嘉义县特殊队就邀请嘉义中间大拿主治甲嘉义荣民病院的医生甲护理师加入，要透过演习来增加合作的经验。有加入特搜组里面带来的最大不一样，就是我们患者在拯救的过程中可以加入一些医疗的思维，包含一些前置的处置，可以让患者救出了之后生存率更高，预后更好。嘉义县政府投入约2000万，伫2023年成立嘉义县特殊队，结合医护、土木技术甲消防人员，计共136人。嘉义县消防局表示，去年特殊队已经得到中型搜救队的资格，这月嘛加入消防署国际人道救援的认定，要来协助各种重大灾害救援。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228事件受难者林在修先生月中14过身，享受101岁。林在修228当年加入中华 KO 自卫队，后来去用以内乱罪掠去关。做了，伊为着替228事件罹难者去英灵庙一生来走藏。即阵228事件今年进前呢传出过身的消息，嘛，互人感觉是渐感。一张的相片记录着过往的228受难者林在修的一生。1926年出世的林在修，伫1942年迄年考到东京陆军航空学校，二战了后返来台湾做老师。228事件发生的时，林在修受邀请加入中华 KO 自卫队担任队长，后来因为内乱罪，互人判刑。228事件犯案，新年咧关啦吼。我有一个新年有这律师有这新名，怎样讲？我的罪犯内乱罪，依法官的内乱罪拢爱判我刑的。律师的时候，伊要甲我辩护。当时有律师义务帮伊辩护，才互林在修得过死刑。但是伊的小弟林天树却因为伊无辜受牵连，互军警拍甲重伤，30多岁就过身，互林在修的心肝内真袂得过。有一段时间，228事件伫林在修的厝内是毋捌提起的过去。阮爸爸是我那一个很严父嘛，所以参阮做子女也是很少互动。阿兄拢出去啦，干那出去剩我，我陪伊，足侪人来台访问，所以我在陆续我甲知影讲，爸爸伊会经过去安尼。检验了后，开始有学者来厝内访问，家属才知影，原来爸爸林在修是228事件的受难者。林在修食老了后，积极参与各种228事件的纪念活动，利用赔偿金设立台湾移民的灵位。这几年嘛，为着要替228受难者争取英灵庙咧走藏。家属表示，希望台湾人拢会当知影228事件真实发生的经过，会记哩这段历史的教训。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台湾文学基地每个月第3个礼拜日，照惯例拢会举办母语讲故事的活动。那配合文化部台语家庭的计划，嘛有算点数。有家长是讲，伊唔那是来听故事的，嘛要对志工学对囡仔讲故事的美感。
淡水秋，出角鸟啊来作秀。广告词志刚成功一句，带大人囡仔对咧做伙来唱念。台北的台湾文学基地为着响应世界母语日，2月23举办母语讲故事的活动。这届讲的故事是台文馆新出版的绘本《树啊幻世妖的记》，在讲台湾文学基地这片日本宿舍群和内底的老树丛等等的故事，让民众了解这个基地因过险啊风挺调的历史。为日本时代，到今嘛，这当家已经合作日本时代做3班桥过，为着这个基地咧，挺调进前吼，宝贵只都站出来讲这个基地袂使当砍掉，这个是文化保留，是我细汉时阵咧佚佗的所在，是阮这搭共同的回忆。志刚表示，伊伫遮用台语讲故事已经讲半冬，这几年看到愈来愈侪台语绘本的出版品，嘛，互伊甲真侪用要放袂记的台语佮捡倒来。一寡为着台语家庭计划要捡点数的家长，嘛，带囡仔做伙来听故事，算验国规。家长表示，来参加这种活动，嘛，通学着参囡仔讲故事的技巧。参加这种活动就是看无共款的老师的表现，啊，佮有老师会教一寡新的歌，嘿啊，也是新的游戏啊。囡仔会使耍，因为爸母可能甲故事讲了，啊，袂想着讲会使佮带一寡活动安尼。为着文化部推动的台语家庭计划，各单位拢有办丰富的活动。不过有家长是建议讲，在一寡针对大人举办的讲座活动，会当增加到带囡仔的空间，互囡仔坐袂调的时有安全的所在通耍，大人嘛通安心上课。记者卢尚如、林晓凯台北报道。明仔载天气啥款来看详细资料。北部地区12度到16度，中部地区11度到21度，南部地区12度到24度，东部地区12度到20度。外岛地区7度到16度，搁有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你收看今日 AM 新闻，我是陈志安。稍等下且继续收看台湾技术部，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